大家好，近排咧市場咧都關注地緣政治唔穩定啦，越嚟越多嘅投資者咧都留意一啲低波幅嘅投資選項，短債咧就係其中之一。我哋嘅睇法咧就係我哋都偏好對於利率變動同埋通脹嘅敏感性低啲嘅短債。同安本投資 Aberdeen 嘅 Eric 咧就探討下啦，短債仲有啲乜嘢特點啦 ？Hello Eric。Hello Sarah 嚇。咁短期嘅債券咧，即係話3年或者以內到期嘅債券。咁呢類型嘅資產咧，具備一個靈活性啦，波動比較低啲嘅特點，同時間咧亦都提供一個穩定啲嘅收益。咁喺投資者一個唔明朗嘅市況底下咧，一個唔錯嘅選擇。咁短債同長債咧就好似預訂一個短期嘅酒店住宿，同簽訂一個10年租約嘅一個分別。10年嘅租約咧，酒店可能面臨一個更換管理層啦、加價啦，甚至結業咧一啲不確定嘅因素。而長期債券嘅現金流橫跨嘅週期咧比較長啲，咁所以利率週期嘅走勢對於價格嘅影響咧亦都比較大啲。所以啦，債券到期嘅時間越長咧，面對風險嘅變數咧就越高。而短期嘅債券咧，相對就更加靈活、更加穩定。總括嚟講咧，短債較長債咧冇咁受利率同埋市場波動所影響嘅同時咧，具備一個穩定性、收益等一啲債券投資者中意嘅特點，適合咧尋求穩定收益嘅投資者。咁即係話咧，最大特點咧就係一個比起長債更加高嘅穩定性啦。好多人咧都好睇重就係投資個收益啊。咁短期債券收益咧又係點咧？咁因應依家市場對於未來經濟增長嘅前景咧個睇法係比較溫和，咁所以咧債券嘅收益曲線咧其實依家係比較平坦一啲，咁即係話咧短債同長債個收益率咧其實非常之接近。例如我哋睇翻1年同10年嘅美國國債收益率咧，其實現時亦都非常之接近。所以咧依家短期嘅債券嘅優勢咧就係具備一個非常之接近長債嘅收益率，但係所承受嘅波幅咧就比較低啲。咁過去3年咧，其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例子做參考，因為咧市場經歷咗1次嘅加息啦，同2次嘅減息週期。以美國企業債為例咧，我哋見到短期嘅債券咧係跑贏大市，同時間咧短期債券所承受嘅波幅咧亦都更加低。所以唔想成日都估幾時減息、幾時加息，想追求一個比較穩定啲嘅一個投資咧，短債或者係一個唔錯嘅選擇。通常講起避險啊，又或者係啲穩健啲嘅一啲債券投資咧，都會即刻諗起國家債券啦。咁如果用短期嘅企業債券同埋國家債去做個比較啦，係咪更加凸顯到個短債優勢咧？咁傳統嘅智慧咧，的而且確國債咧係一個好熱門嘅低風險投資啦。咁好多投資者都覺得咧，國債係能夠捕捉到咧減息帶嚟嘅資本增值機會。咁事實上咧，現時好多國家咧都面臨一個幾大嘅財政壓力，咁令到國債嘅發行量咧需要不斷去增加去應付一啲嘅債務，從而令到咧債券嘅價格受壓。同時咧，啲國際嘅投資者亦都開始質疑咧啲國家債券嘅信貸質素。咁以美國為例咧，我哋見到債務佔 GDP 嘅比率咧，其實已經超越咗咧第2次世界大戰嘅水平。而美國喺上年更加通過咗個大移美法案咧，令到未來嘅財政支出進一步加劇。咁一個國家嘅財政狀況咧，係會間接影響到嗰個國家咧所發嘅國債表現。咁相反啦，企業嘅基本面穩健咧，亦都支持咗一啲短期嘅企業債券嘅資金流入，令到部分一啲投資者選擇鎖定企業債券嘅收益率，避免咧政府債券面臨嘅供應壓力啦，同埋利率嘅波動。睇翻過去10幾年嘅表現咧，我哋見到短期嘅環球企業債大部分嘅時間咧個表現都跑贏環球嘅國債同埋美國國債，表現咧亦都更加穩定。短期嘅債券咧能夠喺唔同嘅利率週期下咧發揮個穩定性嘅作用，幫助投資者咧保持靈活啦，捕捉穩定收益，並減少受市場波動所影響。咁所以短債咧喺投資組合當中咧係具有重要價值。咁如果市場突然之間減息啦，又或者係再次波動嘅話咧，呢個策略仲係咪有優勢咧？咁我哋認為咧優勢仍然係有嘅。咁因為咧短期嘅債券咧本身就係為咗變動環境而設計。咁喺減息週期底下咧，企業嘅融資成本下降啦，信貸嘅環境亦都改善。咁一啲高質素嘅短期企業債咧反而更加具吸引力。同時間隨住利率向下咧，短債嘅收益率回落，亦都有利債價向上，帶嚟咧資本增值嘅潛力。咁短債有咁多嘅優勢啦，咁安本嘅增益短期債券策略又有啲乜嘢特點啊？同埋啦，就係邊類嘅投資者可以諗諗咧？咁策略最核心嘅概念咧就係全天候嘅進可攻退可守。咁我哋認為咧短期嘅債券喺組合入邊咧能夠發揮3大優勢。
第一就係多元化收益，咁策略咧比較集中投資一啲企業債券，以成熟市場嘅債券為核心。多元化嘅地方咧，在於能夠靈活咁咧投資喺亞洲同埋新興市場嘅債券，並策略性咧咁去持有一啲高收益債、永續債券等，去捕捉多元嘅收益機會。咁唔會集中投資喺一啲單一國家或者行業，精選一啲跨地區、跨行業嘅優質短期債券，既能夠咧降低波動嘅風險啦，亦都有助咧提升收益。第二就係高度抗跌啦，咁啊集中投資喺一啲高質素穩健嘅發行人，策略嘅最低平均信貸質素咧為 A 減，咁80%以上嘅比重咧投資喺一啲投資級別嘅債券，提高組合嘅防守性。第三就係高流動性啦，咁整體組合嘅存續期咧維持喺2年以下，咁而最少1成半嘅比重咧投資喺啲1年內到期嘅債券，提高組合嘅流動性同埋靈活度。安本增益短期債券策略具備嘅特點咧，包括穩健、高質素、高流動性、分散投資嘅環球短債，投資者渴望獲得穩健嘅收益同埋本金增值潛力，減低受到市場唔確定嘅影響。多謝 Eric，拜拜。